当那就当然。他们搞着。人都过了，就分分摸呀，是吧？现在不像我那个是，太小了，要有的不嘞。那到这里了。要晒下楼第三楼噻，就叫的时候又到海的了。这兄弟嘛，脸上堵着了，老的。搞一下。你等我去帮忙哟。这位猫哟，哟，哎，猫啊，大姐，这个青鸟蛋。他特别长痘啊，都吃过了啊。